高屏鸫是台湾唯一会伫咧草仔堆内面走秀的猫头鸟，却因为前为开发破坏生态地，即摆是强要断种啊。学者伊国讲，这全国呢，这数量敢若300多只尔，也因为安尼使呢，这农业部的林保署积极推动保育计划，最近委托屏科大做高屏鸫的研究，意外发现讲，伫咧哪边溪就找到这高屏鸫的树，而且佫孵出2只鸟仔囝，也是目前记录内面上界南边的生态地。 溶溶的门，圆润润的目睭，2只高屏鸫的鸟仔囝伫树内底，后壁有鸟仔帽过条条。林保署屏东分署109年开始委托屏东科技大学，针对高雄屏东的高屏鸫生态地做保育调查。去年12月，头摆伫哪边溪观测到有高屏鸫伫遮做收捕卵，也成功捕出2只鸟仔囝，是目前台湾高屏鸫观测记录内底上南边的生态地。最主要的观察都是在高屏溪以北的地方，这样。 好，那我们这次在更南端的林边溪发现，那也就是说，至少我们知道它族群分布啊，其实是有往南到林边溪的这个流域。哦，虽然这边的数量可能不是很多，但是扩展了我们过去对它的认知。屏东科技大学特别指出，这是因头摆伫屏南地区发现高屏鸫。 高屏鸫是台湾唯一一种会伫草仔堆做秀的猫头鸟，有白园草的所在是高屏鸫上爱地点。去年有学者公布研究资料，受到人为开发破坏关系，高屏鸫那生态地已经豆豆啊对中部刷到南部，数量嘛剩300多只，已经特别断种去。在一片外来种植物香赭兰为主的草生地中，草鸮青鸟巧妙利用零星的白毛草丛构筑成新生命的摇篮，这展现了草鸮在栖地选择与生命周期上的强大适应力。林保署屏东分署表示，未来继续甲屏科大合作，营造生态地，采鸡啊和民禽休卡，同时鼓励农民卖用农药优先种植，希望和高屏鸫的数量愈传愈多。记者高屏在客家族柯兆阳屏东场报道。